总工程费由1亿6千万元嘅屏东新厂永久物基地连外排水改善工程，现正可能破坏到当地嘅实体生态同用钱，引起许多环保团体嘅注意同关心。屏东县政府同水美团五旧村环保团体特别也嘅立委大厦交通嘅轨道摆过后，也工程5月初也起工嘅。虽然县政府目前完成全部嘅土地证书，不过相关地主已经同意本工程单位先施工嘅，希望喺太水期來以前，盡快改善會不太水嘅問題。第一階段另外排水改善工程先進行路面 AC 鋪面嘅刨除，再進行涵管嘅開發工作。這個路底下，它原本有一個3米的箱涵，我們再做一個4米7的箱涵過去，這樣排水量會變大。為做到埋實涵過體嘅涵管，必須要開挖現有嘅道路。因為路面大馬高刨除以後，施工單位將工程廢料堆置到新築嘅私人土地上，一直關心排水工程進行嘅蘇富五舊工作站受理，更加係祈求安尼做強強會導致太水來無奈之風。早期一直以來都係一個滯洪嘅一個地方。但是你睇以青菜囤落去嘅時間，變啊以滯洪能力模式，變啊我哋下游規個種嘅水患會加劇，會更嚴重，或者要注意以後嘅囤來嘅方式。經過以下擺嘅協調同溝通，為保護五舊實體生態所增加嘅土地證書費用，由莫大嘅防災重建費來協助支付。新設永久物基地，另外排水改善工程讓做得順利進行。屏東縣水利處長車勝新表示，目前工程已經通工，會盡量符合生態嘅需求。喺北邊嘅施工方式都盡量用生態，唔好用混凝土啊，唔好用嘅南馬礦方式嚟做嚇。而且會挖開來，嚇啊把入邊嘅通水嘅斷面來就增加。所以講入邊通水斷面增加流量，福橋來改建，也規個排水系統來改善。車勝新表示，感謝地方人士嘅協助，尤其係水準良好嘅地主，同意以先通工後證書嘅方式進行，還有環保團體提供嘅構想同治水嘅方式，將傳統嘅觀念加入為環保生態嘅理念，為治水同生態還有人民嘅生命財產安全共創三贏。車勝新也指出，一項排水工程預計工期係8年。期間假使冇遇到天災，水利處有信心做得提早完工。客家新聞潘勝旺屏東報道。